什么呀？陆景，救命！陆景，救命啊！你怎么挂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遇到机器人了，我死的也太冤了吧！啊！我捡来的道具全都没了，全都没了。师傅，让我们送一首歌曲给谨慎的猪队友。我当年做这首歌的时候，万万没想到是送给我自己的。没关系，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爬起来。我们再来一次，这次你跟紧我。我们跳下去。啊！空中飞人，自己来还是我来？会不会摔死呀？万一脸朝地的话，那不是很丑吗？哎！死不了，我跳下来之前看过了。哎，香子也在。走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摆脱这些机器人？快了，马上冲出去了。翻出你包里的烟雾弹，扔出去，扰乱他们的视线。是这个吗？别扔！金哥哥，你好棒棒哦！你被自己的队友给炸死了。我们还是很心疼你的。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一次任务而已。哦，你不会不带我了吧？啊？喂，人呢？坏了！啊！刚才断网了，还好不是因为我玩的太菜逃跑了。既然答应了芋头，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陆姐，陆姐，你今天带的那妹子是谁啊？朋友的朋友，不认识。好看吗？我又没见过。那朋友圈总有照片吧？没看过。对了，他为什么要用变声器呢？我知道了。你又知道什么？他该不会是个男人吧？还是200多斤的那种？陆姐，你今天很有可能撩了个男人。闭嘴！